全国教师工会公布今年10大教育新闻，上议政策今年嘛，各项选做前10大新闻哦。另外，班有牛奶是今年排名头名的新闻。教育团体是认为，这个政策伫教育现场造成真侪困扰。校园安全、幼稚园欠工，阁有私立学校退场等等的教育问题，这一年来台湾教育有真侪爱注重的议题。全国教师工会团体当年拢会公布10大教育新闻，呼吁政府爱重视伫教育现场拄到的各种问题。其中工会团体认为，近2年拢入选的双语政策，若阁继续执行，恐惊会加深学生囡仔英语学科拢学袂好势的问题。而且工会也强调，这甲2019年施行的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是互相冲突的，因呼吁教育部爱勇敢检讨错误。有很多语言学者的建议，他们也是认为学习语言的顺序应该是先母语，然后外语应该是在母语跟中文熟悉以后，会比较好，循序渐进。是，但是这个双语政策就打乱了这样的一个节奏，那让家长也很恐慌。另外，民团也公布这届入选头名的新闻，是对今年9月全台各校开始推动的班啉牛奶的政策。一开始就因为冷热设施影响保存的问题，造成全台湾的各校老师真大压力。为着要让学生伫30分钟内啉好了，嘛影响到学生上下课的时间。嘛有民团要求农业部明年度停止这项政策。乳品的发放还有保鲜已经严重的干扰了学校的作息，那干扰了教学。只要学校要发鲜奶了，大家就是下课的也不用下课了，要去游泳的也要留下来喝完才能走啊。那冰箱是永远是塞满的状况。民团伫现场除了提出双语政策甲班有牛奶政策的建议以外，也特别强调去年12月的新北国中生挂暗棍案，阁有最近的陆路棒球案引起校园安全的问题，也正需要重视。呼吁各界爱严肃面对校园安全的议题，着建议更较完整的校安辅导资源，保障师生的安全。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